如果好不幸，港澳人士喺內地租車遇上交通意外，究竟應該可以點做呢？究竟喺內地租車又要留意啲乜，同埋考慮啲乜呢？喺新疆租車自駕大不同，究竟差別係喺邊度呢？如果你對以上問題有興趣，或者已經係你原本困惑緊嘅問題，我相信今條片就完全幫到你。大家好啊，我係 AM 啊，我呢個頻道呢，以探索同體驗為主，會同大家分享唔同嘅心得，探索有趣嘅體驗。大家可以先訂閱我嘅頻道，如果今條片嘅內容幫到你，最後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下我。你哋嘅支持係我嘅原動力，去製作更多好嘅片同大家分享。好啦，即刻入本片正題。今條片呢會分3個章節去講嘅。首先係如果港澳人士喺內地租車自駕嗰陣時發生咗交通事故嘅處理步驟。第二，港澳人士喺內地租車自駕嗰陣時呢，要留意啲乜，同埋考慮啲乜。我會有啲個人嘅睇法，或者一啲小建議俾大家去參考。最後喺新疆租車自駕同其他地區有乜唔同，而你要知嘅嘢。同埋我會有啲喺新疆自駕完之後嘅小建議分享俾大家。若果港澳人士喺內地租車自駕嗰陣時不幸發生咗交通事故，當下究竟應該要做啲乜呢？要記住，第一時間一定要先確認雙方人員究竟有冇傷亡或者不適，呢個係核心中嘅核心，必須要第一時間去了解。因為有人傷亡或者不適嘅處理順序呢係會有唔同嘅。首先講講第一種情況啦，就係如果真係不幸喺交通事故之後又出現傷亡或者有人感到不適，我哋係要先撥打120報醫療急救，再撥打122報交警。而第二種情況呢，即係只有車損或者涉及到啲公共財產嘅損壞或者損毀，就只需要撥打122報交警就得。報完交警之後呢，記得唔好傻更更企喺一邊等運到。你要記得你係租車自駕，架車唔係你自己，你手頭上係冇架車嘅行駛證，你亦都唔會知道佢投保咗邊間保險公司。所以喺呢段時間裏面呢，你要將情況同租車公司安排俾你嘅主要聯絡人去報告，等佢初步得知情況後，佢要聯絡翻保險嗰邊備案。但唔同租車公司呢，可能會有分別，有啲會直接俾個保險聯絡人你，由你去主動聯絡保險嗰邊交代情況，然後喺相關保險公司嘅官網呢申報翻呢單個案。有啲呢就會叫你俾資料佢，由佢去申報。但兩個方法最後都會有保險公司嗰邊嘅人聯絡你，去跟進翻呢個個案嘅。但無論邊個方法都好，你都要喺安全嘅情況下影低幾張現場相。相片呢最好有以下幾個元素喺裏面。第一，涉事車輛同框嘅全景相。以2車為例，就要2架車同框；如果3車就要3車同框。第二，涉事車輛嘅牌子、車型相連埋個車牌號碼，可以喺車嘅前方偏左側或者右側影。車牌號呢要見到，包括自己嗰架車都一樣，因為相關資料呢要俾第三方，即係保險嗰邊備案。第三，涉事車輛嘅損傷或者損毀位置遠近各一張，2車一樣做法，要可以喺相片初步睇到意外造成車輛嘅損毀情況。第四，涉事車輛相關駕駛者嘅駕駛證以備不時之需，但呢樣唔係必須要嘅，但係有會好啲咯。以上嘅相片呢，可以俾埋租車公司備份，同埋如果有需要呢，保險嗰邊可能會派員到現場，或者揾你拎發生事故嘅現場相，到時就俾以上相關現場相俾保險公司個跟進個案人士。做好晒以上嘅記錄之後呢，就真係可以乖乖地咁等交警到現場進行定責。交警到現場之後呢，會初步睇睇現場嘅情況，有冇影響交通。有嘅話呢，佢會要求相關車輛呢稍移去附近唔阻其他車輛行車嘅位置，但一定要記得喺挪移車輛之前呢，一定要做足啱啱提及影低現場事發相。之後交警呢就會根據現場嘅情況，並向雙方了解事發經過，
如果有車 cam 清晰咁錄到案發經過就最好，從而去初步判定事故責任歸邊個。雖然佢係初步判定事故責任，但如果你唔太同意或者有力嘅資料去證明責任唔係歸你，你就要即場去提出同埋拎啲證據出嚟。如果唔係，一般落咗紙呢，除非你跟上訴流程去申請上訴，唔係呢，就係呢個結果噶啦。嗱，講到呢度呢，就不得不提一下，而家內地交警嘅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呢，其實已經全面電子化咗噶啦。一般都係交警利用個電子版去記錄翻個個案就得。但呢，原來港澳人士用唔到呢個系統做登記，需要以實體版去簽名畫押先得。一般呢，交警會車你去最近嘅交警辦公室處理，之後確定翻啲資料冇錯呢，就簽名畫押，拎翻份正本走。最後佢當然會車翻你去現場啦。最後就影埋張交通事故認定書俾租車公司主要聯絡人同埋保險公司嘅個案跟進人呢，就可以噶啦。以我為例，今次判咗我追尾負全責，咁保險公司呢就會主動去聯絡對方，去傾對方車嘅車損情況同埋啲賠償事宜。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如實咁反映翻個情況，等佢有足夠資料去同對方傾，避免對方誇大損毀情況導致不公嘅情況出現。而我哋架車嘅處理呢，就會直接同保險嗰邊講，我哋呢邊呢，到時會有專人聯絡你去跟進翻車損同後續處理問題。一般租車公司呢，會喺我哋還咗車之後先去處理嘅。但講到呢度，大家有冇覺得好似少咗啲嘢未提到呢？冇錯，就係發生咗交通事故之後，無論點都好，我哋租嗰架車都會有車損嘅情況出現。就以我今次事故為例，今次判咗我追尾負全責。到呢個位呢，就涉及到第二章要講嘅租車自駕要留意啲乜，同埋考慮啲乜當中嘅車損部分。咁想了解多啲嘅朋友仔呢，可以繼續睇埋嚟緊嘅第二章節。一般嚟講呢，對方車損呢會由保險公司嗰邊直接同對方傾剩低嘅細節，包括對方檢查或者維修等等嘅嘢，就唔使我哋去操心嘅。而我哋租嘅呢部車嘅車損情況呢，就會根據翻當初租車時車損部分揀咗啲咩 plan 而定。咁嚟到呢度，港澳人士喺內地租車發生交通事故嘅處理流程呢，大致就係咁。如果各位仲有咩疑問呢，可以留言發問，我知嘅情況下會一一咁解答。好啦，咁第一章節就到呢度，接落嚟就到第二章節，港澳人士內地租車自駕需要留意啲乜，同埋考慮啲乜。咁內地租車自駕呢，會分三部分去講嘅。第一，預訂租車部分；第二，簽收車部分；第三，交還車部分。先嚟講下內地租車自駕預訂部分。以我為例，我係用攜程旅行個 app 去預訂嘅，但都仲有唔少旅行 app 呢都有提供租車自駕呢個預訂服務嘅。可以按自己需要去揀。咁我今條片呢，就會以攜程去作一個例子去講啦，去同大家講講我自己嘅操作同一啲睇法。首先嚟到主頁面，我哋撳落租車自駕類別嗰度呢，就係國內租車，之後要考慮自己租車呢係唔係需要異地還車，即係拎車位同還車位唔係同一個地方，咁就要點算翻佢異地還車。以我新疆租車自駕為例啦，我行程安排係喺烏魯木齊機場嘅停車場攞車，最後會喺伊寧市嘅火車站還車。揀好晒地點時間後，就可以點擊查詢。之後呢，系統會根據你揀嘅地點同時間段去展示翻呢段期間有邊啲車型你係可以去選擇租用。咁佢都會好基礎咁計好咗成個總價俾你，仲好貼心咁幫你計埋每日嘅日租均價。佢可供選擇嘅車型都好多下，你可以按車型或者價錢去篩選，快速咁揾到啱自己心水嘅車。揀好咗車型之後呢，就可以撳入去睇詳細嘅資料。咁可以喺呢個頁面呢睇到車嘅視頻片啦、外觀相啦、內飾相，甚至乎 VR 都有。當然主要係睇出租公司有冇提供啦。就連車型嘅基本資料呢，佢都羅列得幾詳細嘅。咁嚟到呢個位要提提大家啦，如果大家對車齡係有要求嘅，唔想揸太耐車齡嘅車呢，可以選擇翻1年內嘅。
不過咧，當然係有代價啦，就係日租價會貴。以呢部坦克300為例啦，5年內嘅車齡咧就168蚊日，1年內嘅車齡咧就需要377蚊一日，都成2倍有多嘅。咁車齡要求呢樣嘢咧就好睇個人要求嘅。嚟到呢個位咧，我想特別去講講保險服務呢個部分。呢部分咧都係有關車輛車損相關責任嘅攤分同安排。佢一般咧會有3個保障服務去俾你選擇嘅。最基本嘅就係基礎保障啦，呢個就唔需要加錢嘅。但佢呢個保障呢，對於車損方面呢，就唔全面嘅。假設最後還車時發現有啲新嘅凹坑或者刮花需要維修，咁1500蚊以內嘅維修費呢，就要由租車人去承擔。假如最終呢要鈑金又要用外國漆去噴翻佢呢，整完之後要800蚊，停運咗1日，咁就要你去承擔個800蚊同埋個1日嘅停運費。咁變相最後你嘅租車成本呢就會變高咗。咁而第二個呢，就係加40蚊一日，除咗車輪唔包之外呢，所有車損嘅維修呢都唔需要你去承擔。但如果維修時間內呢有停運呢，你都係需要承擔個停運費。而最後一個專享保障呢，就係加90蚊一日，就真係所有車損停運都唔需要你去承擔，亦都可以叫用完車呢最冇手尾嘅一個方案。租車成本呢係咁多就咁多。對於保險服務呢部分呢，我有少少睇法想分享下嘅。我自己會考慮用邊個服務嘅因由呢，會係自駕嗰時嘅路段同環境去衡量嘅。如果好似新疆呢啲地形路段呢，我會揀專享保障，因為每日都要好長時間咁揸車，同埋去到景區呢，有啲有自駕票都係要揸車。景區內呢，有時多車呢，風險就會高，未必係你嘅問題，有機會係人哋撞你。另外，因為呢邊會行得幾多山路啊，而且都幾多落石路段，呢啲中獎機會真係話嚟就嚟，我都唔想搏。所以呢，我會揀盡量租完冇手尾嘅方案。如果係去啲平平常常嘅路啊，或者唔會太長時間揸車嘅地方呢，我就大機會揀基礎方案。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參考下我嘅睇法，同衡量翻自己嘅情況去揀合心水嘅方案。另外，撳落產品詳情呢，佢會有啲細則條款睇嘅，例如禁限區域啊、費用明細、有冇啲優惠、服務費。例如異地還車嗰啲呢，佢會額外收費嘅，或者有時用下呢，想續租多1日或者幾日，可以提前申請。一般佢用翻你而家租緊嗰個平均日價去續租俾你嘅。接落嚟呢，就講簽收車部分啦。咁個流程呢，大致就係咁嘅。我重點咁講有啲咩要注意啦。就係驗車嗰陣時呢，最好用錄像形式去圍繞架車影一轉啦，之後再打開車裏邊再影一影。最後呢，要記得錄埋當時收車嗰個油量。一般嚟講呢，佢會滿油缸嘅狀態交車俾你嘅。咁你還車嗰陣時呢，最少都要將油加到佢交車俾你時嗰個油量啦。如果唔係呢，佢會額外收你油費嘅。最後到還車部分，一樣大致流程就係咁啦。咁提一提，有時你還車嘅時間過早或者過晚呢，出租車公司嗰邊呢係未必有人即時喺你還車個位置等嘅，但佢一般呢會叫你停好喺指定嘅還車地點之後呢，影張相通知佢，咁等佢返工時間呢，佢就會去收車，冇咩問題呢，佢就會直接發送個短信通知你，佢已經完成咗收車，咁就代表你今次整個租車嘅過程已經完咗噶啦。最後提大家，要喺內地合法咁揸車呢，係必須要有內地張機動車駕駛證嘅，國際駕駛證呢係唔認可噶。不過如果你香港有駕駛證，係可以喺內地車管所免試申領嘅，但係呢係需要做體檢同埋一啲視覺、聽覺嘅測試嘅。好啦，第2章呢就講到呢度。如果有問題呢，一樣可以喺下面留言發問，我知道嘅話，我會一一解答大家。話咁快呢，就嚟到呢條片最後一章啦。咁第3章呢會講喺新疆自駕同其他內地地方有咩唔同，同埋一啲我自己喺新疆自駕完之後嘅小建議，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講喺新疆自駕呢同其他內地地方有咩唔同，就係入油嗰陣時會有唔同啦。由於新疆呢由2016年開始呢已經全面推行咗加油實名制，以防止恐怖襲擊或者治安問題，所以喺新疆地區呢，居民喺加油站入油時呢係必須出示居民身份證嘅。但當然港澳人士呢，若果冇內地身份證呢，都可以拎住張回鄉證向現場嘅工作人員申報，由人工登記之後呢，就可以入油。咁啱講嘅呢就係正規嘅流程啦，但一般情況下實際有啲唔同嘅，因為每次
入加油站前呢，都會有道閘，要靠居民身份證先可以嘟到佢開閘嘅。但一般情況下呢，有個警衛呢，你可以同佢講一聲話自己係港澳人士嚟旅遊，佢一般呢都會直接開閘。但入油嗰陣時呢，都係需要嘟居民身份證先可以入到油。當然可以按上面嘅程序去登記再入啦，但一般情況下呢，油站嘅職員呢都會幫手同附近入緊油或者排緊隊準備入油嘅居民呢，借佢哋張身份證嘟嘅。一般見到你嚟旅遊呢，佢哋都好樂意幫手。至少我今趟旅行入咗幾次油都係用呢個方法。好啦，接落嚟呢，就分享一下我喺新疆自駕之後嘅一啲小建議。首先就講下每日都差唔多要長時間揸車呢個情況。由於新疆真係好大下，一個地方去另一個目的地呢，可能開車時間係都講緊2個鐘起跳，而且去到景區呢，又買自駕票，之後喺景區完之後呢，又要揸車去下一個目的地，一日閒閒地呢，都講緊要揸6個鐘頭或以上。唔係揸開車嘅人呢，可能真係會瞌眼瞓，揸開車嘅都會。雖然呢樣真係好睇每個人嘅狀況啦，但我都想分享一下自己應對嘅方法。第一，如果喺駕駛途中瞌眼瞓呢，可以開外循環或者開窗呢，等啲鮮風可以流入車裏邊。第二，如果真係頂唔順，高速途中呢，可以揾啲中途休息站去廁所洗個面，再喺便利店買啲紅牛飲下提下神。第三，就真係買定啲紅牛喺車度，幾時有需要都可以飲下。當然頂得順嘅情況下，都唔好飲咁多啦，好似毒品上癮咁就唔好啦。第四，我自己呢會用車上嘅藍牙連手機再播下歌跟唱一下或者哼下都得，都會有少少可以提神嘅效果。第五，如果有同行嘅人呢，而且佢係又有內地嘅駕駛執照呢，咁可以輪流揸，當然係最好啦。但係因為我自己係一個人啦，所以呢個機會係唔屬於我嘅。跟住又講講喺新疆路上呢，係有機會遇到好多摩托車或者騎馬嘅人士嘅。有啲大爺呢，就揸啲好懷舊嘅車型呢，就好瀟灑嘅；有啲呢，就後邊載住條女都好瀟灑。甚至乎呢，間唔中會見到有人喺度策馬加鞭。不過呢，呢啲都唔係重點。我想講嘅係，一般遇到呢啲情況呢，我自己會習慣閃2-3下高燈，之後確保一下對面線有冇迎頭車。如果冇嘅情況下呢，我就會加速超車。一般佢哋發現有車喺後面呢，都會主動咁減速俾車越過佢哋嘅。超車就講完啦，之後就要講到被超車。大家就要好好奇啦，呢個有乜好講呢？其實被超車係一件好平常嘅事，但由於新疆呢嗰邊普遍都係雙行線，而且普遍都係大直路，所以好多人呢都會以高速咁駕駛同埋超車。但有時呢，有啲心急嘅人呢，即使對面線陸續有車嚟呢，佢都會習慣超一架得一架，所以你要特別去提神留意下有冇啲超車嘅突然間打燈要切入嚟，免得一陣無啦啦炒咗鑊，即使係對家亂切線入嚟，搞到有意外啦，咁交警都判咗佢全責。但你要記住，因為我哋係嚟旅行，係為咗放鬆，無謂因為呢啲事搞到浪費咗啲時間，係唔抵噶嘛。接落嚟呢，就講講啲急轉彎位。喺新疆呢邊呢，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急轉彎位，不論係山路或者景區裏邊都會有。當你喺遠處見到前面有啲急轉彎嘅路口呢，你要提前減低車速，為避免喺高速轉彎嗰陣時呢，突然發現轉彎嘅幅度唔夠呢，下意識咁踩剎車，導致抓地力不足呢，滑行咗出去。呢個情況係超級危險。另一個情況呢，就係轉彎位加有障礙物擋住視線。若果前面有車呢，就保持住一個車身鬆啲嘅距離跟住行就得。但如果前面冇車呢，又冇固定嘅轉彎鏡可以睇，臨入彎之前呢，記得要響喇叭。主要作用係如果咁啱轉彎位對面有車呢，提醒一下佢對頭車準備轉彎，等佢意識到唔好高速或者越線咁轉彎，避免碰撞嘅意外。之後都要講一講新疆呢邊呢，好多時呢都會有啲零星牛羊馬會係走出馬路，甚至有時呢會有人放牧，有一堆咁喺馬路行。記得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呢，首先要提前減速，同時要記住千祈唔好響喇叭，一陣嚇到佢哋周圍撞呢，到時真係得不償失。好啦，到最後呢，我都想提提大家，最好呢喺行程之前預先下載好離線地圖同埋離線語音導航包。由於新疆太大呢，有啲地方嘅位置信號唔係咁好，所以記得出發之前預先下載好。而我呢就比較懶，就直接下載晒成個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套裝包，唔使慢慢揀之餘又穩妥又唔會漏。最後，如果有去過新疆而且係自駕嘅朋友仔呢，有其他建議或者提醒呢，都可以喺留言度分享嘅。今條港澳人士內地自駕嘅特輯篇呢，就到呢度啦。
我衷心希望呢條片嘅內容能夠幫到大家解決到原本有嘅疑問，同時對港澳人士呢喺內地自駕多咗了解。最後，如果覺得今條片幫到你呢，就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埋俾你覺得有興趣嘅朋友仔去支持一下我啦。最後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鐘仔，下次一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